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3月2号礼拜一的中嘉电视新闻。今仔是国大专院校开学的头一天，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成大每一个系所拢启动门禁的管制，其中成大医学院的放假只剩一个出入口，而且师生除了入卡，也搁爱量体温消毒，才会当入去，全面提升防疫规格。今仔日是大学开学的头一天，成大医学院因为拄好伫个附设病院的边仔，早起就看到不少医学院学生或者是老师，拢排队等待刷卡、量体温、甲手部的简单消毒，才用个进入上课。如果无早证件或者是访客，就必须要用手机扫描 QR code， 完成访客关怀问卷，填写旅游数，才会用个进入。为了预防起见，我们就设定了这个，我们进医学院的话，只能够有一个单一的进口。那单一进口之后，学生要进来的时候，他都必须要填一个关怀问卷，然后填一个旅游史的问卷。那会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接触史。那另外要进去大门之前，我们会量耳温，那看他有没有发烧。那没有问题的时候，他进去以后，我们会再用酒精喷他的双手，因为会怕他会接触，所以酒精喷双手以后，再给他盖一个章，代表他今天没有问题。所以盖了这个章以后，他今天在医学院里面的活动都没有完全不受影响。这个 QR code 是这样哈，我们这个关怀问卷史跟我们的旅游史，我们都是学校有网站，我们直接扫个 QR code， 那就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就可以马上填写。那填写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医学院的师生有没有这个旅游史啊，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这个感染的可能？那现在我们医学院的这个填写问卷率已经达到90%，但是医学生大家知道今天刚开学嘛，所以医学生跟这个硕博士生可能他寒假没有完整填写率只有60%左右，所以我们现在在提高，那让我们的所有人都可以知道说他的在寒假的旅游是怎么样。虽然简单的检疫站通关的速度阁算紧，为了防疫，医学院的学生大家嘛拢真配合。以前都可以自由进出，现在管制这样子比较严格一些，不方便还是怎么样？不怕，我觉得要配合，要配合，安全最重要。该做的，对啊，还是要做，虽然有点麻烦。对。成大医学院院长沈延胜表示，校方虽然无规定师生一定要挂嘴罨才能进入教室，但如果出现社区感染，为了保护家己，还是要挂嘴罨。另外，学生伫个教室上课进前，嘛拢会先翕相，确定所有学生的位置。作为日后如果有疫情传出，以确保来调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虽然台湾国际蓝电的所有准备已经超过9成，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市长宣布不得不延期以后，上午市府嘛特别邀请摄影师甲伫报纸教场提供布置好的兰花甲装置，留下美丽记录。根据了解，伫台湾国际蓝电包括展览场的兰花、进驻的厂商以及相关票务甲交通等准备已经超过9成。不过因应疫情，市长伫2礼拜迄天正式宣布延期举办以后，已经由农业局做好相关应验，也强调延后办理对国际订单影响也无法度估算。不过会先针对目前损失的4000万向中央争取纾困。大家可以看到，透过我们的镜头，或者透过我们的这个报道，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个蓝展的场地的布展已经是非常好看，而且已经接近完成了。那这个中间的通风，场地的通风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其实他们讲，在防疫的大旗之下这个我们都必须要低头了。所以不过只是让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农民们是花了多大的心血，用尽多大的巧思来布置完这个2020的台湾国际蓝展。那中间所蒙受的损失，为了要防疫，所以这个停展延期。
但是人可以展览可以延期，但是花是没有办法延期的，所以花有花期。所以在这边的我们可能兰花农民他们的布置好了这些鲜花，到时候可能就必须要作废了。那作废造成的损失，我们也希望说中央防疫特别条例已经通过了，那应该也期待是不是可以对于农民因为这样所造成的一个损失，因为没有半个游客啊，因为这延期了，所以说整个预期的这个门票收入，还有一些周边商品的收入，还有广告的收入，通通都没了。所以说这个损失也希望中央能够看得见，和能够对农民辛苦经营的，但是却没有办法呈现出来的这个展览所造成的损失，可不可以给农民一个适当的稍微合理一点的补偿？这点是我们蛮期待的一件事情。李克强市府嘛特别邀请疗养师、伫报主甲网红来到兰顶现场，针对今年以丰饶百年的主题，以嘉南大圳甲乌山头水库滋养万物的意象，将展现自古以来这个土地重要的文化风貌留下记录。其中就包括柑仔店顶专属于台湾人早期的生活记忆，相当有看头。只是伫留下记录以后，将所有兰花将分散到社区、学校、公益团体等等，作为兰花教育甲行销宣传。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歌手大家创作一直拢会甲时势结合，并且真敢讲。这回出新的英文歌就替台湾来发声，除了靠说武汉疫情被隐瞒，一直扩大到全世界，嘛抢世界卫生组织。你想要到歌曲发表以后，竟然被大陆网友恐吓，对出议员陈丁则出面声援，肯定伊是台湾人的骄傲。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全球拢受到冲击。咱台湾虽然坚守防疫成果，却也是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无度加入。对此，台南出身的歌手大基上新的创作，将英语唱出 WHO 配合中国打台湾不满。议员陈丁嘛出面协听，肯定大基正是台湾人的骄傲。大基可以说是我们台南人的骄傲，也是我们架杠的台湾的歌手。那他最近用英文饶舌唱出对于 WHO 配合中国打压台湾的不满那其实如同歌词里面写到的健康是全世界的人类的基本人权不应该有人被遗弃那我们看到说中国因为防疫失当造成这个疫情一发不可收拾，连邻近的这个南韩、日本都有这个大规模传染的状况。结果这个 WHO 居然还配合中国打压台湾，不让台湾来加入这个全世界这个国际防疫的这个成员，真的是非常的夸张但是看到我们台湾，其实我们防疫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其实疫情还控制得非常的得当。所以我想大基真的是我们台南人的骄傲。大基的歌曲发表以后，目前已经超过23万人观看，有2万多人按赞。不过嘛有大陆的网友用找人请食，请伊食庆字等等来留言恐吓，对此议员嘛进一步声援。那最近也听到说，这个中国网友在这个说要追杀这个大基我想他们应该要管好自己的武汉肺炎我想这个因为他们然后造成全世界的人类的恐慌我想这个部分他们应该要先管好自己那我们也绝对支持我们台南人的骄傲，支持大基。根据了解，大基虽然讲伊有感受到威胁，不过伊并未报警，而是会积极准备新的作品，向防疫人员表达敬意。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以往药房对顶一摆关检防疫物品和中西区5间国小以后，上午再次关检消毒用品甲酒精，和市区学生密度较悬的建兴甲中山国中。议员表示，因为学校防疫物资的需求较大，所以再次呼吁民众唔通抢买，留予有需要的单位。因应新冠肺炎，虽然中央甲地方拢有分配防疫的物资，予各级学校来使用，不过因为防疫加消毒的物资拢是消耗性的物品，尤其学校面对全体学生需求量更加大，因此议员洪玉芳就透过服务处的人员甲义工，
来排队购买75派的消毒用的酒精。上午特别关注予市区2间学生密度较悬的建兴、甲中山国中，以及民间提供的次氯酸水，予学校作为环境甲手部的消毒使用。延续上一次我捐给中西区的小学次氯酸水跟那个洗手乳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今天是捐了600末的75% 酒精，那个给建兴国中跟中山国中。那因为建兴国中班级数比较多，所以我是捐了3箱给建兴，然后2箱给那个中山国中。另外次氯酸水4500cc 的部分，因为我这次捐的这个浓度比较高，他们回去之后可以1:1的比例再把它调稀释。然后呢，建兴也是给他20箱，然后那个中山10箱，10罐啊，就是1罐4500cc。那我们希望说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让我们社会各界的家长们大家可以放心，让孩子有一个安心的一个环境。请他们也呼吁大家说，厝邻这防疫的用品若有够用就好啊，莫搁再囤积。如果你有量重的，会当提出来，互学校关互学校，互咱学校家己的囡仔伫学校内底上课，咱嘛当足安心安尼，因为这是一个必须长期抗战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份爱的这个抗疫的活动呢，能够呼应大家一起来响应。议员表示，面对这波的疫情，防疫要有长期的观念，不过伫个各项物资有限的状况，议员嘛呼吁，希望民众唔通抢买，应该将物资分散各族群，予有需要的民众拢会用个买得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无人无人机法案将伫3月31号正式上路，各县市提报予民航局的飞行区域拢已经公开。不过因为过半数的县市拢是全面禁飞，所以台南社区大厦甲防疫保护协会对来质疑政策无一致，而且台南嘛只剩5个所在会当飞，认为政府应该爱个调整。使用无人飞行机来做点影也则是表演，已经是即几年常常会使看到的画面。政府为了做出相关的规定，台湾无人飞行机的法案也将要伫3月31号上路。但当中针对各县市开放的空域，也引起侪侪使用者甲社会团体的不满。其中台南市因为属于正面表列，所以只开放5个地点，互原本侪会使飞的所在拢变做袂使飞，也互环保团体批评这是假人政策。我们觉得目前政府部门所提出来的这个小飞机的管理政策，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而且是一国多制。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红色的是禁航区，绿色的是可以飞航的区域。那我们可以看到，怎么西半部怎么都禁航？那我们会怀疑说，这么大的禁航，是不是政府打算做一些坏事？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里面影响非常大因为以目前其实大部分都是开放的那少部分是管理的。那我们也认为说，小飞机应该适度的管理比如来讲那个飞机场高铁站道路或者是那个军事基地，当然要严格控管。可是其他区域应该要开放让它变成一个有创意、有科技的。可以去做，不管是河川巡守，或者是去拍下我们台湾各地美丽的风景。其实这个对我们一个创意城市或者智慧城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诉求就是，台南市政府应该要负面表列禁飞区。学校也成为被政策影响的单位之一，因为现在伫学校的课程也有结合相关的无人飞行机的应用。这也让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认为会对学校的教育造成影响。学校这个部分因为小飞机的这个教学，在很多学校都有在做推广，不管是偏乡或者是一些市区的学校，他们在教学上科技部分老师都会做一些结合，然后带着孩子去记录家乡，认识家乡的美好，还有记录一些活动，还有包括像学校的一些课程活动都会做记录。可是当这样小飞机的一个禁航的范围这么大的时候，学校会跟我们反映说，那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去带孩子去做这样的学习，因为变成说孩子他在不管是课程或者是他本身的一个学习的部分，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那包括学校的一些活动记录，老师们就算自己要做记录，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困扰。
社区大学认为，中央也是要制定相关的规则，禁航区就应该由中央统一来公布，毋是将责任撒予地方的政府。台湾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先休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如果你的亲友从中国回来，请提醒他们，返国14天内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请拨打1922防疫专线，提醒国人注意防疫资讯，避免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请大家勤洗手，有症状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你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吗？特别是武汉地区，提醒您，入境如有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请向机场或港口检疫人员报到。入境14天内如有出现类似症状，请立即拨打1922防疫专线，我们将有专人协助您。就医时务必告知您的旅游史、接触史、职业别及有无群聚现象。勤洗手，咳嗽戴口罩，保护你我健康。为了永续发展，政府积极开发甲运用再生能源，其中但起码伫太阳光电的设施顶面，透过甲民间投资合作，要伫校园来推展。伫第一座太阳光电的防务球场将设伫新南国小，教育局表示，希望年底进程会当顺利完工。其中，为特相当重视绿能政策，特别伫校园嘛积极推展太阳光电设施。教育局表示，这个政府甲民间投资合作，伫要增加财政负担的状况，第一座太阳光电的防务球场将设伫安平新南国小。教育局预估3档内将56间学校、163栋校舍完成相关太阳能板，希望成为全国能源教育典范。因为我们黄市长非常重视绿能政策所以也特别指示我们教育局要全面盘点学校的屋顶或者是球场可以做太阳能光电板的这个场地。所以在去年度呢，我们校园屋顶的太阳能光电已经招标出去，预计3年之内有56所学校163栋的校舍都有太阳能的屋顶了。那今年呢，我们最近也在我们安平区的新南国小。有一个风雨球场的光电板的一个得标，那这个比较特别，就是它是台南市的第1座，那同时呢，它是从一个空地直接去招标，所以厂商会负责我们的基地球场，一直到太阳能光电的这个屋顶，所以等于是政府免出资，那跟厂商来结合，让学校。教育局跟厂商一起来互惠这样子，也希望说未来我们在盘点更多的学校的空地，或者是你既有的球场愿意加太阳能光电板的，我们都继续来努力，希望让这个绿能政策在台南市的校园都能够到处普及。教育局进一步表示，到时太阳光电的防务球场陆续伫校园建设，除了让学生唔免去行落雨、行晒日头，有舒适的运动空间。而且厂商完工以后，一档的回馈金就可望超过1000万。讲太阳能光电在屋顶的部分比较具体明确，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大就是在56校163栋里面，我们整个做起来的话，
是发电量是可以每一年超过13000风瓦，也就是1年的回馈金相当的高，有1000万元可以回馈到我们的所有的国中小。教育强调，为了继续每下厂商愿意投资，市府将全力排除障碍，达成市府学校甲厂商三赢局面。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卷版印刷是20世纪初对美国引入来，因为使用的工具简单，所以普遍运用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目前在咱中山路的巷仔内，就有一间以制作甲体验为主的工作室。而且头家朱鸿祥嘛特别开设台语为主的课程，相当特别。现在来到中山路79巷当中，就会使看到一间以网仔版印刷为主题的店家讨人捐印。店内负责人朱鸿祥伫一届家己印衫的机会之下，开始接触到网仔版印刷，因为伫过程当中得到满满的成就感，最后也互伊来成立这间工作室。成立到现在已经3年啊，除了有提供网仔版印刷的服务，同时也有开设相关的体验课程，互民众对画图、构图、感光漆、曝光一直到印刷，拢会使完整来体验。而前伊也特别开设了以台语为主题的课程，要互来参与的民众都会使了解到网仔版印刷的行仔话。大家人拢会炸一块家己的网仔版登去安尼，网仔就是网子，版就是板子，所以就是通常。一些老师傅拢讲网仔版印刷，就是在讲网版印刷这样子。其实足久以来，一直拢想要办一个全台语的课啦，就一直无机会。今年初阮有一个客户，伊就话讲台语的，阮迄个时阵就咧开讲，伊就甲我讲，你会当去算一寡较无共的，是讲你会晓啥，你会晓做 A， 你会晓做 B， 你不如甲 A 甲 B 拉做伙。迄个时阵就阮拢用台语讲来我就想讲，你有咧教台语的课，你嘛有咧教网仔版印刷的课，毋过。阁无一个课是用台语教网仔版印刷的，无人开过，无要紧，我就做第一个安尼。教的拢教平常时的台语的，就甲网仔版的课差不多啦。毋过咱有足侪行仔话，伫行内话，阮拢是用台语甲大家讲。无你可能当捌听过卷印、网版印刷，毋过你绝对毋捌听过台语的。来参与体验的民众当中，也有特别对桃园来的，因为喜爱这种手作的感觉，所以一看到这个课程，就马上来报名。对这间的课程，伊也感觉非常专业又阁好耍。本身对那个就是那种创作的东西还蛮有兴趣的，然后刚好就是这一次看到那个 FB 上面他有 po 那个课程，所以就想说特地来参加这个就是卷印的东西，然后顺便就是他这一次也有很特别，是有一个特别用台语去上这个整个课程的部分，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这样子。然后虽然整个过程4个小时，可是我觉得。是一个蛮不一样的体验，这样子。未来讨人捐印也将会持续开设各种的网仔版印刷相关的课程。如果想要体验的民众，嘛会使上因的网站来查询，或者是直接到中山路79巷行行看看的。相信这是一个真好的经验。但新闻国播以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侪云天气，温度19度到2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3月2号中间台湾电影新闻，咱再会。